金咧就係代表住咧就有啲個肅殺之氣啦，好有自己嘅諗法啦，做事好決斷，殺伐亦都會比較果斷啲嘅。如果有月份出世嘅朋友，咁所以個人咧亦都係比較醒啲啦，比較聰明啲，個人咧都比較好面子，同埋咧好多時候講嘢咧亦都容易比較挑剔人啦。咁呢一個月份出世嘅人咧，第一樣嘢，個人咧就係好忠誠嘅，個人咧諗嘢會諗得比較多咗，個人咧亦都會比較保守多啲嘅。其實亥月出世嘅人咧，可以同大家講係非常地聰明，天生嚟講咧，佢個轉數非常之快啦，係好容易有啲天馬行空嘅諗法。大家好，我係唐碧霞。咁我上集咧，亦都有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唔同人咧喺唔同月份出世嘅命運啦、性格啦，同埋成世需要注意嘅事項嘅。咁上次咧亦都收到好多唔同朋友嘅查詢啦。咁的而且確啦，其實呢一樣嘢亦都非常之有趣嘅，因為咧喺我命理當中咧，的而且確其實月份佔我哋嘅人生嘅佔比係好大嘅一個部分嚟嘅。因為我哋八字當中嘅調候咧，亦都係根據我哋唔同出世嘅月份啦，同埋咧亦都代表住月份咧，亦都係掌管住一個人性格啦，佢嘅底色啦，再加埋咧，其實因為咧我哋嘅八字，我哋四條柱啦，咁就年月日時啦。我哋月柱一般嚟講咧，就代表住父母啦、兄弟宮啦，咁所以亦都代表住咯父母兄弟宮咧，即係代表住我哋原生家庭對於我哋而家嘅性格嘅造成嚟講咧，亦都係個比較大嘅一個叫做幫助啊，同埋亦都係會有個大嘅影響嘅。咁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咧，咁就記得要 like 啦、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睇啊。咁因為咧，我哋呢一集咧就會同大家分享我哋接住落嚟另外6個月份，即係我哋農曆嘅7月去到我哋農曆12月唔同月份出世嘅一啲嘅需要注意事項啦，或者性格嘅。咁同時咧，亦都提提大家啦。咁就唐碧霞咁就係羊年運程書啦，咁就已經咧會喺書展2026年書展咧，咁就會首度發售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因為2026年呢一本嘅羊年運程書咧，亦都投放咗好多嘅心機同埋時間啦，同埋當中咧亦都會有一啲新嘅神秘禮物送俾大家嘅。咁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嚟書展嗰度多多支持我啦。好，另外想揾我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嘟上面嘅 QR code 嘅。咁接住落嚟啦，咁就同大家分享我哋農曆7月份出世嘅朋友嘅一個叫做運勢啦，亦即係代表住我哋新曆8月7號去到9月6號之間嘅運勢啊，亦即係代表住我哋立秋去到白露之間呢一個節氣出世嘅一啲叫做月份嘅性格啦。咁我之前咧亦都同大家分享過啦，咁就係一啲木比較重嘅月份啦，同埋火比較重嘅月份啦，去到我哋農曆嘅7月份咧，咁就完全係調轉咗啦。咁呢一個月份咧，咁就叫新月，新月咁亦都代表住辛金嘅意思。咁辛金啦，亦都代表住咧你出世嘅月份金比較重，金咧就係代表住咧就有啲個肅殺之氣啦。同時啦，一個辛金月出世嘅人咧，亦都代表住個人咧好講求義氣啊。個人咧亦都代表住好有自己嘅性格啦，好有自己嘅諗法啦。咁所以如果假設喺呢一個月份出世嘅人咧，咁就係個人一就係一，做事好決斷，殺伐亦都會比較果斷啲嘅。咁好處啦，咁就代表住個人有啲勇敢啦。咁但係咧相反啦，缺點方面咧，亦都代表住人生自害四驛馬星，亦都代表住成世嚟講咧走動會比較多，個人都係容易變少少嘅，即係都係會有唔同嘅諗法啊。咁變化各方面咧，亦都係會比較多啲嘅。咁同時啦，農曆7月份出世嘅朋友，即係新月出世嘅朋友啦，有個好處嘅，因為金多埋，咁所以天生咧揾錢方面咧，咁啊特別聰明啲，特別醒啲嘅，同埋頭腦轉數咧，亦都係非常地快嘅。因為好多時候咧，一個人嘅八字金水多嘅話咧，咁就代表住個人啦，咁就係特別係轉數快啦，或者可能會比較多橋啦，靈活變動啲啦，咁所以咧就特別有利喺而家呢個社會度揾錢啦，同埋再加上咧，因為其實如果金水比較多嘅話，其實呢1-2年嘅運程嚟講亦都唔錯嘅。不過咧需要注意嘅咧，咁就係因為咧新月啦，咁如果遇到人月，即係農曆嘅正月啦，或者係可能老虎年嘅話咧，咁啊人身相沖，咁就容易有啲手腳方面嘅問題啦，容易做手術啦，甚至乎咧揸車方面咧都要特別留意一下嘅。再加埋咧，如果成個八字嘅話咧，有一個人自身三刑嘅話咧，都係成世容易都係是非官非麻煩事嘅。咁所以咧，雖然個人有義氣，雖然個人有原則，咁但係有陣時咧，亦都要睇翻個時間係點樣做人，或者睇翻實際嘅事情，咁就會好好多啦。接住落嚟啦，咁就係農曆8月份出世，亦即係我哋嘅24節氣，咁就係白露去到寒露之間，亦即係代表住我哋大概
9月7號去到10月7號之間出世嘅朋友啦，當然我哋日子係會有1-2日嘅調整嘅。咁呢一個月份出世嘅朋友啦，你出世嘅月份咁就叫酉金，咁亦都代表住酉月嘅意思。咁本身酉月啦，亦都係代表住咧，咁就係屬金嘅意思啦。咁呢一種金咧，亦都係代表住啦，咁就叫做陰嘅金，因為我哋金亦都分陰陽嘅。農曆7月就叫陽金啦，咁農曆嘅8月咁就係叫做陰嘅金啦，因為呢一個就係陰陽嘅之分嘅。再加埋如果酉月份出世嘅朋友咧，咁第一啦，個人因為金比較重嘛，咁所以個人咧亦都係比較醒啲啦，比較聰明啲啦。好處咧就係代表住咧個人把口幾叻嘅，即係講嘢方面唔錯嘅。唔好處咧就代表住個人咧都比較好面子，同埋咧好多時候講嘢咧亦都容易比較挑剔人啦，對人嘅要求都係有啲高嘅。再加埋啦，呢個亦都係子卯酉4正桃花嘅月份啦，咁所以天生嘅一啲嘅桃花運嚟講咧，亦都係非常地重嘅。再配合埋，如果假設如果係農曆8月份出世，然之後你嘅八字嚟講咧，再見到酉金，又或者可能係雞年雞月，即係我屬雞嘅，但係我農曆8月份出世嘅話咧，咁就係一個叫做有自刑嘅情況。有自刑咧，咁就代表住成個人咧就好中意亂諗嘢啦，或者容易自尋煩惱嘅。咁所以咧，亦都要特別注意，亦都要特別小心啦。咁如果屬雞嘅朋友，或者可能農曆8月出世嘅朋友，咁啊遇到個卯，咁啊代表住可能就係農曆8月份出世，咁可能咧就係喺一個叫兔年出世，即係卯酉相沖嘅話咧，咁就天生筋骨啦，同埋婦科方面咧，咁就比較弱少少啦。咁再加埋咧，如果可能個八字可能係喺凌晨嘅5點到7點鐘，即係可能卯時出世嘅話，都有個卯酉相沖嘅情況咧，咁就要注意健康筋骨方面婦科方面嘅問題啦。農曆9月份出世嘅朋友咧，咁就代表住啦，我哋新曆10月8號去到11月6號亦即係代表住我哋寒露去到立冬之間出世嘅月份啦。咁呢個月份咧，咁就叫戌月啊。咁戌月咧，咁就代表住啦戊藏呢一個申同埋丁啊。咁就見到有一個戊土啦，咁申金啦，同埋個丁火嘅意思啊。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代表住我哋嘅火庫啊。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就算你係秋冬天出世咧，咁但係偏偏咧你撞正，其實係農曆嘅9月份喎。其實你嘅八字嚟講咧，火咧其實可能就唔弱嘅。點解咧？因為好多時候都戌月出世嘅朋友咧，有機會如果本身嘅八字係有午火嘅，即係例如我係中午11點去到下晝1點鐘出世嘅話，咁午戌合法火，咁所以咧就相反地，其實就未必需要咧，咁就要着多啲紅色衫啦。所以呢個月份咧，亦都係我哋嘅秋天啦，同埋冬天當中咧比較特別啲嘅月份嚟嘅。咁呢一個月份出世嘅人咧，第一樣嘢，個人咧就係好忠誠嘅。忠誠即係咩意思咧？咁就代表住啦，好信守承諾啦，同埋咧個人咧亦都係會比較守舊啲嘅。守舊啲咁就代表住中意啲舊嘅嘢啦。因為通常咧戌月咧就會同一啲叫做華蓋星咧，咁就特別有一個緣分啦。華蓋咁就代表住我哋一啲叫做藝術啦、才華啦、創作啦、玄學啦、宗教啦，咁就通常咧戌月份出世嘅人咧，咁亦都係特別有一啲緣分嘅。好處咁就係個人遵守承諾啦，咁但係冇咁好處理嚟講咧，咁就代表住個人會有少少固執啦，咁就要特別留意一下啦。當中如果係喺農曆9月份出世，再兼埋一個叫做辰嘅話咧，即係例如係一個叫做屬龍嘅龍年啦，咁如果有辰戌相沖嘅話咧，咁就代表住啦，可能天生長輩緣分麻麻地啦，同埋個人咧諗嘢會諗得比較多咗，個人咧亦都會比較保守多啲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亦都要特別注意一下。同一時間啦，如果真係肚太多嘅話咧，咁就要注意一啲嘅腸胃脾胃啦，同埋個人咧思考過多，咁好多時候咧就會容易一啲情緒方面嘅困擾啦。接住落嚟啦，咁就係我哋農曆10月份出世嘅朋友啊，咁亦即係代表住我哋立冬啦，去到我哋大雪之間出世嘅朋友啊，亦即係代表住我哋新曆11月7號啦，去到12月6號出世嘅朋友啊，咁呢一個月份咧，咁就叫亥月啊。咁坊間咧，我唔知點解有啲朋友咧就會同我講話，哎呀，我阿嫲話我亥時出世啊，話我成世害人啊，絕對唔係。我唔知點解大家咧就會有一啲叫做以訛傳訛嘅一啲嘅命理方面嘅誤解啦。其實亥月出世嘅人咧，可以同大家講係非常地聰明嘅。點解咧？因為亥藏壬甲啊，就藏咗壬水同埋甲木啦。咁所以亥月出世嘅人咧，天生嚟講咧，係個轉數非常之快啦，係好容易有啲天馬行空嘅諗法啦。咁佢對應如果係12嘅星座嘅話，咁就好多時候就代表住可能一啲嘅天蠍座或者一啲人馬座啦。再加埋啦，佢就人生自係4驛馬星，咁所以天生嚟講咧，走動會多好多。成世嚟講啦，亦都非常地適合動中生財嘅意思啊。不
過亦都係一個缺點嘅，因為亥會遇到一個叫做亥之刑嘅。咁所以農曆11月出世嘅朋友咧，如果去到一個豬年嘅話咧，咁就好容易啦，就會有一個自刑嘅情況，諗嘢會諗得多咗啦，好容易咧就自尋煩惱啦，情緒方面嘅困擾咧，亦都會比較多啲嘅。雖然個人比較聰明、比較醒目啲，咁但係有陣時咧就會諗得太多，而令到自己唔開心啦。相反啦，其實我覺得農曆10月份出世嘅朋友咧，就好適合做一啲嘅謀士啊。最緊要咧咁就靠腦食飯，因為無論係口才啦或者靈活性咧，亦都係比一般人高好多嘅喎。接住落嚟啦，咁就農曆11月出世嘅朋友啊，咁就代表住啦大雪去到小寒出世嘅朋友啊，亦即係代表住我哋新曆嘅12月7號啦，去到我哋1月5號之間出世嘅朋友啊。咁呢一個月份出世嘅朋友咧，咁就係子水嘅月份啦。咁子水咧，咁亦都係我哋有分一啲嘅陰陽嘅意思啦。咁子水咧，咁佢本身咧就藏住一個癸水啊，其實係代表住咧佢嘅地支嚟，咁就偏陰嘅意思。咁好處啦，冬天出世嘅人咧，咁天生嚟講就特別聰明啦。咁佢呢一種聰明咧，咁就同農曆10月份出世嘅朋友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呢種聰明咧咁就係比較有遠見啊，諗嘢方面咧亦都係會比較深長啲啦，即係比較深遠啲嘅。同一時間啦，咁好多時候咧子月出世嘅人咧，佢亦都係咧一生當中咧，其實咧佢雖然睇落好似有啲悶，諗嘢會諗得比較多，但其實成世嚟講咧個桃花數咧其實係唔弱嘅，特別咧就係17啦去到32歲之間咧，亦都好多時候咧就會有一啲叫做姻緣啦，就會好多時候咧亦都係會比較同你夾多啲為主嘅。再加埋啦，因為如果子月出世嘅朋友咧有一個大問題，咁就如果假設你係屬馬，子午相沖嘅話咧，咁啊成世嚟講咁就容易比較多一啲嘅變動啊，因為水火一相沖嘅話咧，咁亦都代表住咧健康方面嘅問題咧，亦都係會比較多啲嘅。再加埋啦，如果係農曆11月出世嘅朋友，咁如果你咧就係屬兔仔嘅話咧，咁就係個子卯無禮之刑嘅情況，無禮之刑咁就代表住好容易因為啲無心之失嚟到得罪人嘅。所以其實咧農曆11月出世嘅朋友咧，第一啦，咁好處咁亦都係有桃花啦；第二啦，個人比較聰明啦，比較深謀遠慮啦。咁但係咧好多時候咧，如果八字配合得唔好嘅話咧，咁就好容易出問題嘅啦。最後啦，咁就係農曆12月出世嘅朋友啊，亦即係我哋嘅節氣咧，咁就係由小寒啦去到立春之間啦。咁特別咧，咁佢嘅日子咁就係大概咁就係1月5號啦，去到2月3號之間啦。咁呢一個月份出世嘅人咧，本身咧咁就係丑土嘅月份嚟嘅。丑土咁本身咧，亦都係我哋嘅金庫嘅意思啦。咁同一時間啦，咁呢一個月份出世嘅人咧，咁其實咧佢就係土得嚟咧咁啊大金啦，同埋咧亦都帶咗少少水嘅。咁所以呢一個月份出世嘅人咧，亦都代表住咧個人有個最大好處就係忍耐力極強啦。咁好多時候咧佢都會忍嚟忍去啦，咁但係冇咁好處咧，咁就代表住佢嘅變通咧咁就唔係咁高㗎，同埋咧亦都容易有啲固執己見啦。咁好處嚟講咧，其實一個團隊如果有一個農曆12月出世嘅人咧，亦都代表住咧其實係一個定海神針嚟嘅，就代表住咧佢好多時候咧有好多嘢，佢會有自己嘅意見啦，佢就好似個寶庫一樣啦。佢個腦其實好聰明嘅，但係有陣時咧佢個表達能力就爭少少。咁所以咧，如果同佢拍拖嘅伴侶咧，就會覺得你個人好似好悶啊！亦即係好似我哋嘅12星座嚟講嘅，可能一啲叫做山羊座啊、摩羯座，就會覺得你個人好似好悶啊，你個人好務實，你淨係識得做嘢啊咁樣。好處其實對呢個家庭嚟講咧都係唔錯嘅。咁但係相反地啦，你就會覺得好似有少少悶喎，個人咧就唔算係太過會變通啊，或者個人咧就唔係太過識得浪漫嘅。咁當然啦，如果係農曆12月出世嘅朋友咧，如果遇着係羊年嘅話咧，咁就容易一個丑未相沖，咁亦都容易腸胃脾胃方面嘅問題啦。再加埋啦，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成世諗嘢會諗得再多啲嘅，因為丑再加埋未嘅話咧，就會比較麻煩啲啦。咁同一時間咧，如果係喺一個農曆12月出世嘅朋友咧，其實咧，如果佢遇到一啲嘅老鼠年嘅話咧，咁就會係子丑合化土，咁亦都係唔錯嘅。咁就代表天生嘅人緣人際關係咧，亦都係非常地好啦。咁同埋呢一個月份出世嘅人咧，好多時候咧，亦都係大器晚成嘅。即係早年嘅時候咧，咁就默默地耕耘啦，默默地忍耐啦。咁去到咧中晚年嘅時候咧，自己嘅優點啦、特點啦，咁就會出咗嚟㗎啦。好，咁頭先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啦，我哋農曆7月去到我哋農曆12月唔同月份出世嘅有唔同嘅性格啦，同埋咧佢嘅命運嘅走向啦。當然啦，我哋八字當中咧，咁就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啊。因為我哋嘅月份咧，只不過係佔咗我哋1%嘅人生啫。咁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嘅話咧，亦都可以嘟上面嘅 QR code可以揾我嘅喎。咁我哋今集咧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咧，亦都係 like 啦、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睇啊。同埋有任何問題咧，亦都喺下低個留言嘅。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